咁喺眾多嘅抽油煙機當中咧，老闆嘅小黑翼啊，係我對佢個性價比係非常之滿意嘅一台。首先25立方嘅吸力，一個頂側雙吸嘅一個設計啦，無論喺質量上、材質上同埋佢嘅靜音上咧，去到呢一個價位，我認為佢俾到最滿意嘅機就係呢一台啦。首先呢一期去到2550個價位，值唔值得大家入手呢？25立方嘅吸力其實係家用係絕對冇問題嘅，無論你住喺30樓定係13樓定係3樓，都係完全係一啲問題都冇嘅，家用算係天花板嘅級別啦。咁樣喺同等價位嚟到講咧，2到3千蚊嘅預算，我認為佢個性價比真係好高好高嘅。咁呢一期如果中意老闆抽油煙機嘅朋友，可以重點考慮呢一台。老闆嘅抽油煙機質量方面咧，亦都毋庸置疑㗎，我介紹得都唔會差嘅，好坦白咁講。咁喺咁多個冰箱當中咧，如果你揸住淨係得2000蚊左右嘅預算咧，我始終係覺得呢一台性價比係最高嘅一台，真係最高嘅一台。點解咁講咧？容聲嘅608升1級能效，每日個耗電量1度電都唔使啊！608升嘅容量，呢期先出到2199。帶埋離子除菌係風冷無霜嘅機能，呢邊係急凍，呢邊係冷藏，我覺得佢個性價比咧2000零蚊應該冇更加好嘅選擇啦。啊，無論顏色同埋款式同埋質量同埋價格方面咧，佢都係非常之佔優嘅一台機嚟嘅。呢期咧再講一講可以嘅直驅變頻嘅洗衣機啊，呢排特別多人問可以嘅直驅變頻。咁喺咁多款可以直驅變頻當中咧，我覺得佢個性價比係最為理想噶啦，因為可以直驅變頻嘅洗衣機咧，佢有1000幾蚊嘅，貴則咧亦都有5、6千蚊嘅。但係呢一台機係去到239個價位。咁樣佢呢一台機咧，無論喺質感上同埋佢個功能上咧，係非常之滿意嘅。首先佢帶有旋鈕式嘅一個按鍵啦，同埋亦都有全液晶大連屏一個按鍵，同埋帶埋智能投放。咁樣喺239個價位當中咧，我研究過，無論佢個漆面定係內膽嘅一個做工咧，都係令到我非常之滿意嘅。對比起1000幾蚊嗰啲咧，佢靚好多，但係對比起啲3、4千蚊嘅咧，亦都完全冇酸澀啊！即係點講咧，有得揮啦嚇。咁樣去到239個價位，想要可以直驅變頻嘅，你可以重點考慮呢一台，真係良心推薦嚟嘅。